太子驾到！太子来呀！好帅呀！太帅了，太子！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，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。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娘娘，我穿的这么美，都还没更衣。太子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娘娘，太子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谢谢谢谢。娘娘，跪着，跪着。来，喝酒。不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天气变暖，冰山脸遇到和煦的春风开始融化了。不过是在皇祖母面前演戏罢了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胜儿，看来这次江北的反省还是不错的。看到你和鹏鹏相处融洽，我就放心了。家事安稳，才能治理好天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皇祖母教训的极是。来。赵王，你这顶绿帽子，无论从款式还是花色，都做得极为精细。这是宫里哪位能工巧匠做的呀？回太后的话，此顶绿帽子是选用西域的上等绢绸，特意请江南的裁缝做的。不错，回头让这位裁缝给你三弟也做一顶。好的。将来赵王那绿帽子找人做好了，你可千万别戴。何出此言？所谓人间不拆，具体原因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，那绿帽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何总是胡言乱语？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哀家要回去护理皮肤了。恭送太后。哎呦，
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做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这样欺负赵王的吗？哎呀，别人媳妇的事儿，我是再也不想管了。齐胜，我更是管不着了。九王驾到！好帅呀！九王，太帅了！九王，刚才进来那人谁啊？救您性命的九王啊！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做是给你接风了。三嫂，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！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5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。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九王，让我们来为九王鼓气吧！好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太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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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姐妹们上！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干嘛呀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太子爷们！别打了！你们可是太子的妃子。贵圈太乱了，我撤了。太子爷，太子爷。你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男厕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，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，
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丽丽，丽丽，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！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是吧？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，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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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哎！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、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饿死了，饿死了！来个牛肉汉堡，烤2个大腰子，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！你到底谁家熊孩子？上次你可把我害惨了。见过娘娘，在下就是当朝大将军杨玉之子杨延，此次奉九王之命，特地来拜访娘娘。浮夸，浮夸是谁啊？哦，对了，
娘娘吃鸡。这得几年没吃肉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此乃本公子的独门绝学之飞檐走壁。嗨，嗨，哎呀！得知姐姐落难，特地给姐姐雪中送炭。叫谁姐姐呢？啊，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啊，我们才见过2面，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叫姐姐有点不合适吧？姐姐，咱们见过3次了。那次在春家花月夜，我与你有1面之缘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不认得我罢了。那日果真你也在啊，可见你与那九王的夜生活是有滋有味啊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们是为了公事才去那儿的。我和九王都是洁身自好之人。哎，不用遮遮掩掩的，我还会在乎这个吗？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叫上我。姐姐真的误会了。自从上次在春家花夜夜见到姐姐，别说九王总把您挂在嘴边了，连我也时常记起您那飘逸的秀发。还请姐姐别误会，您在我心中就是那冰清玉洁的观世音，万花丛中的花仙子，从天而降的七仙女。来一盘桂花糕。娘娘，您不是说饿死也不吃桂花糕吗？又不是给我吃的。让你男女不分，我就不信我堵不上你的嘴。来吧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管够。谢谢姐姐。嘿嘿，别客气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再来一块。哎，这块也不错嘛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好嘞。张嘴张嘴。哎，好。好吃吗？还要啊？来。娘娘，他会不会噎死啊？水，给我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，我再也不上树了，我再也不赶幽体滑蛇了。殿下，先行告辞了啊，走了啊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走了啊，走了。娘娘，刚才要不是奴婢拦着您，你可真有可能创造历史上又一大酷刑呢。如何？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。它和齐胜的关系，是没有机会探出来。不过我差点死在那儿。如此，本王便不再派你去探太子妃了。别，九哥，我是闹着玩的。我就喜欢太子妃那样的性格，多有活力呀！我觉得她像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，一点儿也不像别人口中所说的不受宠的怨妇啊。这样说来，太子妃是找回了一些儿时的影子。哎呀，肚子疼。
我说宝贝儿，我这刚来感觉，怎么又对起眼儿了？娘娘，奴婢没玩过这个1、2、3木头人，要不然我们重新玩吧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无聊。那要不我陪你下棋？你说你们这是古代啊，又不是原始社会，怎么能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呢？那我给您唱小曲儿。宝贝儿，把手给我。太子殿下，说，太子妃娘娘宫殿那边聚了许多人，娘娘正什么？奴才也不知道娘娘正在做什么，您要不要也去看看？年底女儿节，我会陪你一起回尚书府。那不是回我家？是。到时候你全家上下都会出来迎接我们。我能不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齐家的人了，所以现在我一点都不想回娘家，我也没有回去的必要。你如此抵触归宁，可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？怕？我怕什么？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这是你母亲范氏。啊，绿梨，哎呀，绿梨，快！哎呀，娘娘，我的头又开始疼了。太子殿下，自从娘娘上次无辜落水之后，就犯下了头疼的毛病。别装了，哥这种神演技，竟然都骗不过他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啊，行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向齐胜交代呢？到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太子殿下。说。我说，我是西王母的第7个女儿，也就是七仙女。那天我和姐妹们下凡，忽然我看到一个英俊的书生。斩！这个故事不行，得换一个。如实招来。太子殿下，你可曾记得那一年你南山狩猎，救过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？那只小白兔化作了人形，来到了人间。他发誓，他一定要向他的救命恩人报恩。斩！斩！斩！不要！
萨瓦迪卡，太子殿下，这是我特地托朋友从马来给您运供过来的水果，叫榴莲。榴莲是水果之王，绝对配得上您的95之尊。这个水果虽然闻起来臭臭的，但吃起来特别像臭豆腐，越吃越香。废话少说，说你该说的。话说，在公元2015年，也就是从现在算起过了很久以后的某一年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张鹏。此人参加了一个轰趴晚宴，这个晚宴里有一个大池子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扑通掉进了水里。你说，他是救了，还是没救？那必然是救了。猜的没错，他的确是跳下水去救人了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猜得到？被救上来的女人视此人为救命恩人，重金感谢了此人。非也。那是怎样？此人被那落水的女人一脚踢晕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就到了这里，他的名字里就多了一个字，由以前的张鹏变成了张鹏鹏。你这是在胡编笑话，来寻我开心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说的故事里，这个落水的，那个落水的，可是在影射那日在太液池里，我没有先救你。哎，我可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啊！您和那僵尸是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您是太子嘛，将来注定要3宫6院的。别扯远了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不信我说的喽？不是不信，但也不可全信。只是对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不能理解罢了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在你说的那个地方，可曾婚嫁？哎，这个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嫁过人。如果我嫁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我天打雷劈！太子殿下，我给你的解释，你可还满意？容我再想想。今日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先下去了，你好好想着。记得吃榴莲哦，很好吃的哟。太子，刚才姐姐所言，您可听明白了？有一些明白，却又不全明白。妾身以为，姐姐许是中了邪，不如太子殿下找个法师来宫中驱邪，兴许姐姐就能好了呢。记得，在《世说奇谈》上曾载有一事：南杭乔氏曾有一女，一夜而变，不识亲友，不认爹娘，言行举止更是不同以往。有术士称，此女人身未变，心却换了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去哪儿了呀？鬼门关。啊！哎，真想不到，在你们这儿活着，脑袋时时刻刻都被拴在脖子上。这次算是糊弄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命还在不在自己手上。此事臣妾也有所耳闻，世人皆传此女有克夫之名，当时唯有晋国公不信鬼神，迎娶此女为妻。但是不久，晋国公突然暴毙身亡了。妾身虽然希望姐姐能好起来，但是更担心殿下的安危啊。娘娘，您先别睡呀。这个呀是奴婢精心为您挑选的衣服，今天晚上。
这小丫头片子又想勾引我，看来今天晚上我得给她个机会。你让我换，那我就换啊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宝贝儿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娘娘，您在这耐心等着，人呀一会儿就到。人？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。你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了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你竟如此心急？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……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不可理喻！速速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！太好了。年底就是归宁之日，你要在归宁之前熟背此书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呀。你母是一族范氏，可是书香门第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不记得了。你到底读没读过书？罢了罢了，我念你听着，记下便是。可还记得此人是谁？这位大妈看上去已经到了更年期，但是眉眼间似乎看出是个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嘛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这是昨天问过你的母亲大人范氏。Oh, sorry, I'm so sorry.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脸盲症。哎，齐老师，在你正式给我上课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是不是今晚不能让人睡觉了？你以为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父亲。这是你表哥。表哥？这简直就是老腊肉嘛！老腊肉？啊！你又胡言乱语些什么？
是太子妃，注意仪态，不要贼眉鼠眼的。老大，你待会儿罩着我点儿。现在知道求我。关键是我那个小本本我都没怎么记下来，万一露了馅儿，我死得惨惨的。知道就好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恭迎太子殿下，恭迎娘娘。哎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江氏那小蹄子虽然是个王妃，但是在咱们家里依旧是个破落亲戚。您是咱们家的嫡生大娘娘，身份岂是他表了几表的表人可比的？夫人好。母亲。娘娘。进屋说话。好。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也回了张府。虽然短短数日不能与殿下相见，可是对臣妾来说，就是恍若隔世啊。我来见你，也是为了告诉你，在张府这2日，万万要谨慎，除非有要紧之事，不然就别再与我相见了。太子，这一整日您都对姐姐百般照顾，你们2人几乎形影不离。太子殿下，您是否真的被她迷了心窍？我不信，也不喜欢鬼神之说。许是我多心了，但是殿下对姐姐那般照顾，实在令臣妾难以释怀。你我自相识那日起，你便该知道，张鹏鹏永远是我们无法逾越的羁绊。臣妾知道。太子殿下，我只想问你，还记得您对臣妾许下的诺言吗？记得。还请太子殿下尽快兑现承诺。此事是最急不得的，越急越会滋乱阵脚。映月，你万不可生焦躁之心，更不可行出格之事。映月知道。映月，今儿叫你来这儿，不光是祭拜祖宗亡灵，我也有话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问问你。你父母过世的早，你从小就在我们张府长大。你说，全府上下的人有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小姐一样看待？映月自知，姨母和张家待映月恩重如山。好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姨母，那我就不能对不起你早逝的母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自寻死路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快，母亲大人，娘娘来的正好，帮我说的话做个见证，省得以后啊别人以为我的心偏了倚了。这么对待一个小姑娘，太不人道了。不行。我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是一纯爷们儿。母亲大人，江妹妹不管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能这样责罚她呀。我这责罚算轻的了。映月，那日在太液池娘娘落水一事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既为你的姐姐，你就应该时刻敬重和保全她才是。那日我也没怎么着。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，母亲，您就不要这样虐待江妹妹了。哎呦，江妹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！岳母大人，江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
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，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，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，那就看在娘娘的份上，让列祖列宗歇歇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用午膳了，都散了吧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，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他殉葬？宝贝儿，饭我先不吃了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齐胜，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可不想给你殉葬了！不要！棒棒，不要！棒棒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张婆婆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事，我会尽快办成。鹏儿，你做什么呀？您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杀了他，不就是害人害己吗？你说的，娘听不懂。您不是要毒死齐胜吗？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要是人听见了，可有杀头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也不是绿丽说的，就是有人曾经听说您私自做主杀了一个张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以为您又有……哎呀，又是此事啊！那人是自己在饭馆里吃了猪肚，恰巧那天府里有人送来了白茄烧莲子，我派人给他送了过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两样食物相克，吃了就暴毙身亡了。既然您亲自辟谣了，那我信你。太子之所以不敢胡作妄为，就是因为对咱们张家的势力啊有所忌惮。我只想安心过日子，锦衣玉食的。齐胜啊，他最好别来烦我，也别来搞我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不在乎，我也管不着。
傻孩子，你进宫之前娘就告诫过你，在宫里，就算你不去犯别人，别人也一定会来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保命的筹码。保命的筹码就是皇嗣啊！哎，老子只想在这儿混吃混喝，难道还要让我跟他共度春宵？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也搭上呢？我和齐胜，啊，西吧。还是坐起来吧。太子，今天早晨在祠堂，还多谢你出面解围。那不算什么。太子殿下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真的只想说说话？今日你莽莽撞撞地闯入屋中，可是担心我有什么不测？你果真是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比从前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了许多。如今，你是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了。我与你成亲也有些年头了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，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，也想找个机会弥补。你千万别弥补。爸，宝贝儿，我多想放肆的哭一场。别说让我给齐胜生孩子，就是他碰我一下，我也有心理阴影啊。娘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您别这样委屈自己。生，宝贝儿，我多希望把齐胜换成你啊！你说你哭哭啼啼的，多惹人怜啊！啊，过来，陪我喝酒。娘娘，您别这样为难自己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娘娘，娘娘我在呢。宝贝儿，你没走啊？你在就好。有你真好，陪我喝酒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穿越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最苦逼的是，我被人要挟生孩子。我只想过有酒喝、有肉吃、有妞泡的日子，老天爷偏不让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娘娘，宝贝儿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。
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春茶，我就是那刚烧开的水。我他妈想泡你啊！哼！娘娘。宝贝儿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该减肥了啊！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，你跟这赵王真不愧是亲兄弟，都被姜氏迷的是神魂颠倒的。哎，就你这条件，日日挺银枪，夜夜做新郎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。你宠她一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姜氏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呀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哼，什么嘛？啊！这娘娘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被人赶下来了呗。七圣这个人情绪太不稳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了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啊，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。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昨天您喝醉之前，确实是一直和奴婢在一起呢。可是后来呀，您喝醉了，就吵着嚷着非要上床，然后太子殿下也来啦。说出来呀，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绿林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绿林啊绿林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娘娘，您这都已经吐了2天了，咱们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那一夜，齐生已经给我幼小的心、肝、脾、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就是剧毒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只不过是把您赶下了马车，怎么就成了剧毒了呢？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晚的事儿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你说，这不是剧毒，
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是一条小命和人身自由，全部捏在齐胜手里，时不时的还要被他拿去威胁几次，隔三差五的还要陪个睡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对我深深的侮辱，无情的践踏？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大赛，时间定在3天以后，要求皇宫上下所有的王爷及其女眷一同参加。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啊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。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请假。不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喂，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哼，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挺麻烦的。来吧，咱们踢吧。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，妈呀！不行了！哎！齐胜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什么？齐胜，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娘娘，不想活了！啊！慢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问你呢。人家都这副德行了，人家能请病假吗？明天接着练。这日子太难受了。娘娘，你怎么了呀？蹴鞠大赛现在开始。天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
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。哦，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。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。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。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。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。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。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裁判还没出去呢！别踢了，我不踢球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裁判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这是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啊，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的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太子妃娘娘把赵王妃衣服拔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将士的清白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姐姐，你为何把我衣服？她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你穿上吧啊。还是我来吧。别担心，没事。姐姐，妹妹不过是抢了球，你竟让妹妹这样出丑。是衣服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有脚，自己会走。娘娘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清者自清。九王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恐怕我更下不来台。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
这是连我也看不懂啊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这个赵王妃也真是的，怎么那么多人，就她的衣服掉了？没想到他对自家妹妹也肯下此毒手。对呀，在这宫里谁还会顾及姐妹不姐妹的？我证明，绝对不是我们家娘娘干的。可这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当时赵王妃旁边可只有太子妃娘娘在呀，跟我有毛关系？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。干什么？皇祖母，今日赵王妃衣不附体，当众出丑，定是她有意为之。住口！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皇祖，不要再说了。赵王妃的事还有赵王呢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